第三点也是同重要，就是讲，即个平民政府成立起来，毋是讲你成立起来安就会使，因为即比照美国的宪法，就是讲，伊过去的即个 case law， 伊判例，你只要你是伫台湾出世的本土的台湾人，你拢有权利去组织一个平民政府。所以台湾即摆足济呢，足济派啊，啥物林金奇的台湾国啦吼，928就控法哈 ，OK。但是美国无法度甲你成立遐一个，伊敢若会成立一个平民政府，吼、因为安那美国爱审查讲遮啦，确确实实，你成立拢无违背，我拄仔讲过 pre-existing policy of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One China，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所以目前最看好的就是有迄个一个 John Shea Jeff Deere、刘志兴、Richard 遮一路上，所推努力，照今仔日讲美国State Department 看好这个就是最符合美国的那个法理，所以伊才会讲要互咱去选即个平民政府的代表处。即马通大头的，就是讲国会，你平民政府需要去运作，爱互美国的国会来承认，美国国务院也好，拢来承认。国务院伊每一个部门，伊行政部门，伊讲伊的经济啦、商的啦、农的啦，这些每一个拢爱承认平民政府的对等的政府里面的这些branch。过来美国国会有需要做的，就是讲要要求做的，因为即马像中国会讲伊的啦，即马美国的模糊政策啦，美国的即马是少年啊，各部门，大家嘛毋知影讲台湾其实法律地位其实是美国的即个讲一句话歹听，头生囝啦，正性日本收养的，法律上应该是属于伊的迄个我像我这爱需要参考我的较正确的讲法啦较正确的讲法嘛，伫法律上台湾的地位应该是安尼啦应该是我念一段互你听But there are many ways of describing Taiwan's legal status after its cession from Japan. Here in 2010, Taiwan is still occupied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ence, Taiwan may be considered as foreign territory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such, 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under USMG and an insular area of the USA under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significantly, Taiwan does not yet have its own civil government. 这是台湾真确实的美国法律上的地位。所以有需要叫美国国会讲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ru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K， 那确定法理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么进一步呢，自然可以会当要求美国国会，你立法案，你爱通过一个 organic law， 互台湾的人才会当去制宪。这制宪要安怎制宪？这有真济，讲甲美国有你会嘛会当讲摕伊一州啊，California 啦，是讲对一州的州法，咱来研究看，要安怎搁讨论，会当讨论要安怎修改会当安尼做，这就要以这个要安尼做，就要美国国会爱有迄个 organic law， 若 organic law， 恁台湾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拢有法度参加这个制宪的 convention， 会当 becom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 Taiwan。所以我是感觉真兴奋，因为
这台湾历史，咱要讲400年来，这是第一届台湾人民第一届家己会当去组织一个，经过美国宪法无一寡保护条款、人权保护条款，会当真正组一个讲 of the Formosan people, by the Formosan people, and for the Formosan people of Taiwan。就是讲，这是真值得我甲大家报告，真值得咱大家真兴奋的所在。我认为讲，这是咱唯一会当行的路。咱安尼行咧到底，咱自然像我 ID， 咱自然甲中国籍的人分开。咱毋免去惊，毋免去惊讲，遐中国人安尼渐渐一直甲咱会过来要安怎？拢较当做外国人就好。即有即个 ID passport 安尼分别。迄边互伊继续 under Taiwan Relation Act， 继续为要签证，要来美国，拢来 AIT 去签。但是即边，然后平民政府，只有可能就是像林志成到美国，会当有迄个 ID， 还是 travel document， 会当讲是美国迄个国外占领安尼好，伊的 ID 应该通用全世界，袂看做你就是。就不对啦，所以我感觉报告到这，谢谢。周也好，同大家做一个真详细的背景说明平民政府伊其实伫战争结束以后，甲行入正常社会一个过程。这平民政府是一个过渡式，毋是讲这类就是台湾国的，咱物件咱会。但是一定要经过这个程序。咱过去就是讲真可惜啦有可能去做决定时，咱无去做这个决定当然迄是时间上就是讲，咱迄当阵咱就无这个出现结果讲就是讲，咱实在是真感谢，可能你大家后摆对着了解有意做其实蛮看重的。你讲说，我一个人，我老看你个单关系。1999年就是甲咱介绍这，伊讲，你若去即个网络你若看台湾 status， 伊即摆伊用家己的代号叫做台湾 status。你若去网络你过来拍台湾 status， 一定有一个website， 你当找出来就是讲，只要记写但是伊无名，伊甲咱写。详细就是讲 from 迄个brochures， from 迄个 from brochures to WTO， 敢若安尼。即个物件大概差不多10个 page， 你甲做差10个 page， 大概差不多，你若真正要甲看甲拢慢啦看甲拢慢差一个10个 page。我是用超1个月时间甲翻落去。结果其实咱伫湾区咱1994年当时我都伫迄个中清行去遐做学长的时，我就甲咱上过的遐长辈甲因报告所以其实咱真早就接受这但是真可惜，迄当阵我也咱捌写几偌久但是迄当阵咱逐个了解无大甲咱答复就是讲。就已经一篇一个啦，所以迄个就一篇一个，真可惜是讲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结果到拄啊，迄个民国来甲咱做话，就是讲，即个Dennis Ryder2008年对无吼2007年8月30，伊甲咱讲，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拢总是毋是一个为主权国家。伊无享受即个就是国家应该有的主权，所以根本袂通。所以咱即马上大请呢，就是讲真好啦，但是这大真重。咱伊就是湾区，我一直真主要就讲咱住伫湾区，旧金山好用就是咱遮签的。咱伫旧金山的东乡，若讲我都起来讲，甲全世界东乡甲咱讲，恁若要解决大问题，就来旧金山来。咱假说，对无？迄个犹太人诶，迄个买车着去朝圣。